先，今日咧就由我帶大家睇靚盤啦。嗱，而家市就旺咗啦，咁所以好多新樓嘅開價咧就進取咗。咁可能你就會問啦，同一個屋苑究竟買一手好啊，定係二手好呢？針對呢個問題，今日我就帶大家嚟到啟德呢度參觀啟德海灣一個兩房嘅單位，睇下咧睇完之後會唔會俾到啲意見你啊？跟我嚟啊！啟德海灣就位於啟德成豐道15號，大概咧就喺跑道區嘅中間位置，由嘉華牽頭發展。項目就分兩期嘅，總共咧有超過2100伙。第一期咧就提供1房到3房，其中2房嘅單位就佔超過50%。第一期就喺23年11月開價，上年3月開始交樓，而家二手尺價就大概係19000至到25000。二期就提供咗開放式至3房嘅單位，當中主打嘅咧就係1房到2房嘅單位，而關鍵嘅日期咧就係今個月月底。發展商喺今年4月推出咗首張價單，折實平均尺價就接近24000，首輪開售160伙，一日都賣咗成80%㗎，反應都唔錯㗎。今日我哋就嚟到第一期，參觀一個位於中低層嘅2房單位，面積咧就接近440尺，業主咧係喺上年3月一手買入，而家咧就以21000蚊放租。一入門口咧，呢度就係玄關位，不過呢度就冇預設鞋櫃，所以住戶咧就要諗下計仔，究竟點樣放鞋啦。咁而左手邊呢一度咧就係一個高身嘅雪櫃，連接住開放式嘅廚房。呢度咧就有齊電子煮食爐、焗爐同埋洗衣機。客飯廳嘅面積咧就大概170尺，開側市正。嗱，右手邊咧就見到有個餐台啦，而左手邊呢一度咧就有梳化喎。其實兩邊咧都設有天線位嘅，咁所以電視機無論擺左手邊定係右手邊都可以啦。咁擺家私上嚟嘅時候就比較靈活啲啦。單位咧就連一個3合1嘅露台，望向東北就會睇到東九龍嘅內海海景，景觀都幾開揚㗎。單位嘅2間房咧都做到廳房同向，客房嘅空間就細啲，面積咧就大概46尺，而家就放咗張碌架床。主人房嘅面積咧就大概81尺，開側市正。嗱，見到右手邊呢度咧擺完個雙人床之後咧，就只能夠單邊落床。咁不過咧，左手邊擺埋個衣櫃就啱啱好啦。單位嘅廁所咧就維持住交樓嘅標準，鏡櫃、洗手盆呢一啲咧就有齊噶啦。咁不過咧就係黑廁，所以要靠浴室寶去抽風。講多少少呢一個屋苑嘅基本資料俾你知啊。呢度嘅小學咧就位於34校網，而中學咧就位於九龍城區。交通方面咧，因為跑道區距離地鐵站咧都幾遠噶，咁所以呢度嘅居民咧都係要靠搭巴士啦，往返啟德站嘅。咁而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依家就招緊標，相信落成咗之後咧就會方便唔少噶啦。單位咧就睇完啦，咁而家咧啟德海灣2期就仲賣緊嘅，唔知可唔可以俾到啲意見大家參考一下呢？歡迎下面留言話我聽啊！嗱，入伙會繼續帶大家走勻全香港，發掘更加多嘅靚盤嘅，咁所以咧記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資訊啦。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